自家吼，有读经会考吼，咱有5位老菩萨去参加即个读经，因为咧5位老菩萨两黄记甲连文英因夫妇吼，因为即届拄好才刚来体会班，那么即个咱黄系奇先生含即个老卡乡去参加优等的即个联谊会，所以呢，今仔日就像咱即个黄太太，报秋哈，黄太太甲咱迄个李素来联谊这两位迄个接受咱即个奖状啊去头前遐讲，对去头前遐，无简单，无简单，好啊，赞，赞，赞，精神可嘉，精神可嘉。